咱潮汕嘅民俗文化豐富多彩，知道眾多嘅民俗活動中，香是必不可少嘅民俗用品。最近，佔領廣府嘅景陽市非物質文化隨線保護名錄中，擊使前溪大靈香製作機構成功入選。今日我們佇團結部，咱就來了解一個獨特嘅非水文化。林小雕是前溪福灣鄉業隊視導團成人，也是家族大靈香製作機構嘅創造者。記者到採訪過見到伊嘅時候，林小雕應視界唔是大靈香，而是咱日常生活中點點有吞入嘅水香。一開始主要做嘅是呢個碎料香，你哋睇到用手工做，兩次嚟較白湯，主要係講古就是較白湯嘅手工力件做嘅。咧之後咧就同我老公同佢講，同佢白，直接應講啦，哇！之後咧而同佢弄件。團團嘅製香工藝為純手工製作，生山後錄了解。團成教林小雕伊人指導人，伊就開始摸索創新，提高製香嘅速度甲產量。當時同伊講啦，外地，特別是台灣要買有機械，所以構成了做成一隻機械等來做。現在我重點做嘅是做大香。製作大靈香基本也是純手工製作。但香菇，也就是得了解爽度，甲黃了解攪拌塗抹，攏是十分考究嘅。上開始就力來就割力之後就爽力放涼耐，才開始要做。如果叫料超個無按伊剛熟來做咧，有時做出來效果相當差。咱愛做香愛就純三百個熟，然後這個個熟來嘅時候就太爽，比如這個物件咱就喺度全部都太料。我這個包應該執埋咗，全部都睇出來。然後呢，再來加香粉，加注意佢配比，黃配了將有變自責性嘛。由於大靈香香體90度大，因此一支大靈香嘅生產周期一個月就2-3個月。像我像這個情況就是個好壓啊，好壓買之後咧就零星修補，又是零星曬乾，所以周期就相當長。就咩高度變就乖，你佔裡面就相當快。根本無能開就是那裡面好壓，只能是即刻定無能機械。當一條大靈香製作成型之後，就愛開始拐子刀換上食定工序。用香粉切成這個香料，然後呢再來刻成這個燈籠，這個棒也是再來印成這個棒，然後呢用香粉來打起啊，當這個棒打，將咱將來採到這個黃色，各種各樣黃色，然後呢上頭俾打一條紅紙，然後香就升做黃鋼。到前溪頂，原來甲林小雕朋友從事製香業嘅家庭作坊有掛嘅，這樣子由於多種原因，目前只有林小雕繼續到享受着。工期比較長，唔是真係即係經過經濟嘅做即時就可以。工具呢比較愛講究，比較惡做。加上呢，伊所需嘅強調啊，用啲比較寬廣，做這種係爽到天絲，所以做這個是比較困難嘅。做這個內容呢又唔是咁樣好，所以學在領頭團來團嘅拖步嚟做。隨着國家對傳統民俗文化嘅重視，民間民俗活動得以弘揚發展，這為傳統製香業營造了有利嘅空間。如今，林小雕也早已經把大靈香製作機構傳授給個農囝。類似就講啦，學料錢啊，料錢人製作還是擺做就係從冇有用着。大部分咱小向這個遼山地區，河北，叫做這個花扎，叫做這個金花紙一片，也是都是往外銷售方向，產量值得點到大增加。如今，林木鄉希望將這個充滿鄉土味道嘅民俗用品提升為文化產品，為傳統嘅民俗產業尋找更大嘅發展空間。我現在都盲定有了解到那個福建鄉乜地區，要以禮品嘅方式去贈送人這個可以去擺酒啊，還是去製作啊，類似這款類型。然後我現在這個家族物件，我可以以個方式，以咱民間嘅文化接觸這個空間去發展。比咱以這個空間發展的話，可能後期有好這個好大發展空間，加這個潛力。
團升不僅僅是英雄小故，而對於長生，只有不斷長生，才能夠更好嘅弘揚發展。